唔知大家有冇經歷過一個好經典嘅畫面？本來滿心歡喜帶小朋友去學鋼琴，幻想佢哋好優雅咁彈莫扎特，結果返到屋企一叫佢練琴，就瞬間變成家暴現場，喊聲仲大過琴聲。點解件本來充滿美感嘅事，會變成家長同小朋友之間嘅噩夢呢？呢個絕對係無數家庭嘅真實寫照。其實好多時，我哋對學音樂嘅期望同現實產生咗嚴重嘅錯位。今日我哋就嚟拆解下，點樣先可以令小朋友真正愛上黑白琴鍵，甚至從中獲得受用一生嘅大腦開發密碼。講起大腦開發，好多家長都聽過學琴會令人聰明啲，但到底係咪真睇，定只係一種宣傳口號？絕對有科學根據。彈鋼琴其實係一場超級高強度嘅大腦全能體操。你試下諗，對眼要睇雙手譜，對耳要聽音準同節奏，雙手仲要各自做唔同嘅動作，大腦要喺1秒之內處理極龐大嘅資訊。呢個過程會瘋狂刺激大腦嘅肽肽體，即係連接左右腦嗰條橋。橋越闊，小朋友喺邏輯同創意之間嘅轉換就越快腿。即係話學琴其實唔單止係學一門手藝，更加係幫個腦鋪緊光纖網絡。不過問題又嚟啦，就算條光纖鋪得幾靚，小朋友一坐埋部琴度就覺得悶，甚至覺得好大挫敗感，咁點算好？呢個就係核心所在。小朋友嘅天性係玩同探索，但傳統練琴往往係機械式嘅音階同節拍器，簡直係消磨意志。如果我哋將練習遊戲化，例如唔好一味話你又彈錯音啦，而係換個講法，咦，頭先好似有個古怪嘅聲匿埋咗喺入面，我哋一齊做偵探係佢出嚟，咁樣成件事嘅性質就完全唔同晒。哇！呢個音樂偵探嘅比喻好正喎，將高高在上嘅批評變成平起平坐嘅解謎遊戲。其實退一步諗，我哋逼小朋友學琴，到底係為咗考級嗰張證書，定係想音樂成為佢哋一世嘅朋友？現代社會好多時將所有嘢都 KPI 化，連藝術都唔放過，呢個代價其實好大，分分鐘扼殺咗一個本來充滿創造力嘅靈魂。冇錯，你講中咗一個好深層次嘅悲哀。好多家長唔覺意將屋企變成咗考場，其實最好嘅音樂啟蒙係將音樂變成生活嘅背景音。朝早起身食飯播下古典樂或者動畫配樂，小朋友要先聽到音樂嘅靚，先會有衝動想自己彈出嚟。至於練琴，與其痛苦咁坐足1個鐘，不如每日2次，每次10到15分鐘嘅微型練習，保護佢哋嘅熱情先係最重要。呢種微型練習法真係好適合現代節奏急速嘅家庭。不過講到實際操作，好多家長會糾結硬件問題，例如初學係咪一定要買部真鋼琴返屋企？如果預算同空間許可，真鋼琴嘅觸感同共鳴係無可替代㗎。但如果真係要過渡，最起碼都要揀有全配重琴鍵嘅數碼鋼琴，等小朋友嘅手指習慣真正嘅力度。不過講到底，最核心嘅硬件始終係家長嘅耐心，同埋揀啱一個好嘅導師，一個好老師，識兒童心理學，分分鐘重要過佢自己彈得幾叻。試堂嗰陣，你要留意個老師係單向咁落柯打，定係識得用比喻引導小朋友思考。聽完真係覺得豁然開朗。學鋼琴其實係一場馬拉松，重點從來都唔係起跑線跑得有幾快，而係有冇足夠嘅熱情支撐到終點。係啊，當我哋放低對完美結果嘅執着，用心去讚美小朋友每一個微小嘅進步，你會發現音樂帶俾佢哋嘅唔單止係靈活嘅手指，仲有面對困難時嘅韌性。希望今日嘅分享可以幫大家將屋企嘅戰場變返做充滿笑聲嘅音樂廳。未來嘅日子，當你聽到小朋友喺琴鍵上敲下第一個音符嘅時候，不妨問下自己：我哋準備好陪佢展開呢場奇妙嘅旅程未呢？